当节目开始进前，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，甲大家讲：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，有一个留言连结，请你着5星评价。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，你嘛会当互我抖内，请我食一个碗粿。所会讲的，Song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《聊斋》，有情义的妖狐鬼怪，所以讲互你了解。本节目由 Song Podcast 独立制作。第5卷第20篇，孝子。伫这青州啊，东香山前的一个庄仔内啊，有一个叫做周顺庭的人。哦，伊对阮老母有够友好的友好啦。伊这有一道因这老母啊，这大腿顶悬啊，生一个老浓老汤的丁啊啦，毒疮啦，啊疼甲无才调忍受啦。毋管日时也暗暝，拢忧头甲面哀哀杂杂安尼啦。这周生为因老母七醒换药。到了回境忘失的地步啊！过了几个月啊，这空喙犹原无改善。这周生忧心如焚啊，一点办法也无啊。有一天夜里，这周生啊，梦见因老爸对伊讲啊：“恁老母的病爱靠你友好啊！恁爷这种空喙，无用灵果来抹。”是袂好诶，你伫遐烦恼也无效啦。你敢知？这灵果就是用人肉控成诶果啦。这周生醒过来了，感觉奇怪啦，就安尼就起床啊。心内想讲，要人肉，我要去倒生人肉啊！当念一想。就用一支来闪闪的牛肉刀啊，就挂家己腰内肉啦。这腰内肉，这1斤2.5呢。这肉挂来，感觉也无啥痛苦。随后就摕布啊，甲这腰啊垫好调，这血就无搁往外流。啊，就安尼啦，甲这伊这腰内肉炖做是糕安尼啦，摕去互因老母啊，鼓动因老母的空喙顶悬啊。这马上就袂疼，这因老母足欢喜啊！就问讲啊，这什么药啊，会遮尔有效啊？这周生啊，就讲啊，这个隔壁阿顺伊也甲我讲的啦，伊甲我报一贴药啊，安尼啦，就安尼，周生也无对因老母讲老实话啦。不过因老母空喙好了啊，这周生啊，时时刻刻啊。暗藏个家己用刀啊刮的空喙啦，连因某因囝也毋知呐。伊这空喙好了后留有一个手尖大的这个空喙号。这后尾因某再三甲追问，才知影这实情。这蒲公公啊这挂肉地上是毋对的代志，有知识的人拢无鼓励安尼做。毋过戆夫妇是要安怎知影伤害身体就是不好咧？因只不过是做了不得不做的代志尔。就是安尼的人才知影孝子的心，敢若天边的太阳。管理风俗教化的人代志太济啊，无用表扬这代志。安尼发扬孝道，就爱靠这庄脚人。是讲啦这讲到这友好啦，这友好就看你有钱无。你若无钱拢走甲无看的人遐。我后袂讲话，今仔日咧是母亲节啊，这母亲啊，就亲像咱生命中的太阳共款。哇，祝福天下间所有辛苦劳碌的母亲，母亲节快乐！收听进行，这是刷时间节目，刷伫这网道线顶主持服务。本节目由 WK 母共同联名赞助播出。
来听歌进广告。啊，记得生命的太阳。